食饭食到饱，人生才快活。欢迎收听开讲广告拢会通，卫生话甲爆米香的爆米香来卫生。我是要过来分享故事的阿君。大家好，过来到听囡仔讲的时间咯。即摆要讲的是阿君细汉听过的故事，讲的是猴是对倒位来的哦。是大人紧和囡仔小少做伙来听，找一个上舒适的位。准备好未？要开始咯！伫足久之前，伫一个村庄内，有一户有钱人。有钱人伊因为生理的关系，需要出差的时间真济，基本上厝内的代志拢是伊的某来操持的。但是有钱人伊的某是一位看悬无看低的富人人，伊请一位面上生出版的婢女，因为面貌啊无遐尔水，加上身份的关系，伊定定互富人人骂甲大路细项，拢听甲清清楚楚。啊，你是要当作较紧无啦？不过，这个婢女是一位善良的人，要是愿意，定定去甲别人斗相共。有一天，这户有钱人的门口口有一位乞食倒伫咧遐，嘴里咧吼：“哎哟，足痛的啦！”因为声量真大，所以真紧就有一寡看闹热的人出现啊。有钱人因兜的门口埕就呈现一个定的状况。了咧困眠的富人人听到吵闹的声音，行出来看卖咧。臭炸！恁这寡散车人伫阮兜门口创啥哈？莫甲阮兜的石坎母抬过去呢！有钱人一边甲人群掰开，一边安尼讲。真紧！伊就看到倒到歪角饲出来迄个乞食，啊娘喂！迄个乞食手提一支手机作乖啊，破鼓鼓的衫穿伫身躯顶，看起来不搭不切，手翘、骹翘的所在拢生鲜，规身躯拢生粒仔，有诶阁粉人，无一块好肉，规个人阁发出一个真臭的味。富人人甲片仔摕咧，讲：“这是倒位来的去食哈？甲我的门口落甲亲像粪扫场共款臭啦！”伊随着喊：“出班呢，紧甲伊赶走！”嘛对众人讲：“好啊，恁这阵人紧走啦，莫污染我的厝。”而且伊行入去的时，阁细念讲：“太过暖了。”我要紧去洗身躯。众人互一个富人人安尼侮辱，加上迄个乞食的味实在是有够重的，当然是无想要搁伫遐。过无偌久，拢散了，只有迄个婢女留咧，掠迄个乞食金上。安怎？看戏看无够，搁踮遮看有偌可怜心哈！乞食真歹声扫。歹势，你伫遮等我者。婢女随行入去，乞食讨一个大气，看起来是无人啊。伊豆豆啊，准备要用迄支手机徛起来。要走啊！等者，请等者，等我者。婢女的声音搁传来，去食外头甲看，
发现秘鲁手里摕药仔，阁有一碗饭，雄雄公公阁装出来。来，请先坐正。秘鲁用伊的拳，甲石坎仔切切的，互去食坐咧。这碗饭是我还袂赴食的早顿，虽然无济，但是应该会使互你慢下腰。去食一摕着饭，随着扶落去啊！较心内的啦，我即马摕你的粒仔，抹寡药仔，会较紧好哦。对去食的角度甲看，秘鲁真咧处理伊身躯的粪囊，就亲像伊闻袂着伊的臭味，甚至有当时啊，秘鲁阁惊去食会痛，除了力头真轻以外，阁会甲吹吹呼呼咧。一人的时，内底的汁阁会喷着秘鲁的面。等到秘鲁处理甲差不多，迄个去食就悄悄啊讲：“好心的查某囡仔，好心会有好报的哦。”阿伯，你伫咧倒毛灰啊？紧来甲我生好死的金甲堆堆咧！听到主人咧叫伊啊，秘鲁紧甲物件收收咧。多谢你保重，若是阁需要帮助，随时拢会当来找我。等到迄个秘鲁徛踮伫妇人人的面头前，你，秘鲁煞雄雄想着，伊拄则替去食处理了，还袂赴做清理，一定会互女主人骂，就甲头压落去。想袂到，伊竟然听到女主人问讲：“你是啥人？你的出班去倒位啊？面哪白泡泡，阁有咪咪。”秘鲁三无走，对边仔的水缸仔看去，伊的面膜仔拄则互人食喷着的所在，毋但无烂去，阁确实像妇人人讲的，水敢若仙女。所以，伊就甲拄则发生的代志，和女主人讲。绝对是神仙，绝对是神仙，我嘛要来。妇人人亲像笑去，走出去找迄个去食。总算是伫日头要落山之前，伫庄脚后壁的林口找到迄个去食。神呢，小等一下啦！今仔日是我目睭皮无上暗，毋知是代人光临。妇人人用伊粗勇的手，真用力甲扣，完全无咧管去食的身体敢挡会牢无。我嘛要变水，秘鲁是我请的，就算是我的人啊。看伫伊的面子上，大仙嘛应该互我一罐物件。去食麻麻的角咧。看向妇人人的手，然后讲：“好，你想要安怎？”妇人人就望伊的头问过，讲：“我要迄毛较长、较水一寡。”去食就摕手里的拐仔伫涂骹卡一下。好咯，你等者就会有变化咯。讲了，伊就走啊。妇人人当然欢喜，毋但无说多谢，阁细细念一句：“夭寿哦，真正是有够臭的啦，紧来走哦！”妇人人行到半路，路边有一个鼻仔，伊真着急要看家己生啥物模样啊！摇落去看，无看阁无要紧，一看不得了。原来是妇人人规身躯拢生毛，愈生愈济，愈生愈济，愈生愈济。
落尾，伊的尻川线生出一条尾溜，变做一只狗。负责人本来想要讲啥，但是伊发出来的声音，煞拢变做无意义的叽叽叫。生做这个模样，负责人真惊见笑，所以就尾溜夹伫尻川旁，流传去后壁的篮仔内底咯。好，故事讲到这就结束咯。这个囡仔阁有共款，嘛有藏一寡道理伫后壁哦。亲像故事内底的负责人，拢是花枝煞互你当作目杂仔，就是华语内底讲的“狗眼看人低，看人袂起”。而且故事内底的负责人去向迄个神求好面膜的时阵，态度是命令，毋是有礼貌的祈求。这的等等拢是真不可取的代志。即个的故事就是款劝一个人爱做好代，才会得到好的回报哦。好，讲到这，时间嘛差不多啊。快乐的时间总是过了特别紧，爱准备甲大家讲再会啊！若是阁想要听阁较侪内容，就请恁甲追踪试落去。YouTube 的频道嘛，爱请大家替阮按赞、订阅，甲亮亮啊拍开。爆米香来卫生，后届再会。